讲到这台股呢，每年头一个交易日开红盘有冲到34000点，最后是收伫咧33773点，去167点。那台积电呢是收伫咧1900块。证交所董事长林秀明就表示，虽然有美国关税这个寡变数和挑战，不过台湾的企业是真有韧性的，期待今年股市会愈来愈好。迎接金美年台股第一个交易日，证券投顾公司请来财神爷跳加杆，祈求新年开市大吉。早起一个高点，加权指数以33663点开出暗盘了后，更较一直去，早盘要行就34000点，上悬34212点。可惜尾盘因为卖压影响，收伫33773点，去167点。因为过往这个新春开红盘上的几率是超过70%，那除此之外，大概在15号之前，就元月15号之前，其实上的几率都是相对比较高的，所以我想，未来这几天的话，台股应该都会比较偏正面。台股收盘虽然起势收煞，也毋过犹原伫高档，宽达股台积电以1900块开出，中场由红变乌，收伫1900块半15块。观察其他个股，鸿海中场起1块5角，收伫228块5角。广达以283块5角做收，半2块5角。南澳区起势强，中场起11块，收伫289块。只是台股亲像前景看好，也毋过受到美国最高法院定日裁定，总统川普去年实施的全球性关税无效，川普佮根据贸易法第122条款对全球各国扣15%进口关税，也为股市导下变数。122的不确定性哈，那基本上来讲，可能对于一些相关的产业，它有产生一些不确定性的影响。虽然是个挑战哈。但是我们也对我们的产业是有信心的。台北股市它是面临在一个历史相对高档啊，投资人的情绪呢会很容易因为一些利多或者是利空消息就会放大反应，所以呢，在这个情绪过度被放大的过程当中呢，望其台北股市的波动有相对比较激烈一些。分析师认为，台股短期犹原受到国际政经局势、加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影响，可能出现第三震动，也是优回。后手也爱观察有关 AI 营收表现甲获利，哪会当对着有期台股将有所支持。记者综合报道。